你们休息哦。我走过去哦。走到了，我们就开始演讲了。好，走过去了。嗨，好，好，这样好像那个水果电脑的那个简报一下，还要给你们想，我要多少？不要乱取名字。那用家可以吃得掉的东西，看感觉好像会有很多人来唱歌。怎么不见了？啊，演讲了嘞！哎呀，你的水果电脑。水果电脑好，我们今天小朋友，我们开始了，今天的演讲。哎，不会动，怎么这样？继续唱歌。老板不会动啊？那什么按掉？那个不是你。帮我用一下。好紧张，好慌张。好逊哦！走过去就可以马上演讲了，这个还要时间。帮我用啦，我有电脑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这样，对吧？咦，怎么不会动呢？好烦哦，怎么用啊？换下一张去。电脑不是很聪明吗？我就跟你讲下一张。快点来下一张。原来是这样的电脑。没有声音。神秘是谁？怎么那么多状况？这个。有了。有了。我家，我刚刚从那边回来。爸爸好像杨佑宁哦。爸爸好像是越南的。这个可以唱歌的 KTV。游戏人生的开始，那是谁？你。让我回到那时候的时空之后。当初的对手是海角七号的爆火跟点火结婚，然后志玲姐姐。第45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江胜基。谢谢姐姐，谢谢。然后我上社会新闻，那为什么会上社会新闻？对不对？
慢慢的培育他们的向心力，也在充实他们在传统文化技能上面的知识，希望他们在过程中得到一些自信与认同。好，今天第3个，你傻了，那时候在想什么？算是500。我是属于苏米恩。这个不要看了，太多了。不要看了，太多了。啊，过去最近应该比较嗨的应该是这个。除了有哈日族、哈兰族，有没有哈原住民族啊？原住民是基友股，请投资原住民。哇，赶在进去想拍总统肩膀的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。没有拍总统肩膀，然后就自己做音乐做很久了，然后其实我应该跟高铁应该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，就是有些人认识我，听过图腾乐团吗？有。图腾乐团应该是我开始接触原住民音乐的一开始。但其实图腾乐团很妙，5个人来自5个不一样的族群，然后其中4个都是原住民，然后另外1个我们号称平地人保留名人。然后02年开始组团，然后03年开始参加海洋音乐季这样，然后03、04、05年都没有得奖，到05年才得奖的时候，06年唱片公司签约就发了这张专辑，然后专辑的最好就是我在那边唱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觉得那时候长得很像李小龙，超级赛亚人。图腾很妙，图腾如果说林强或5月天或伍佰把台语歌带进摇滚的话，其实图腾占了一个很奇怪的、很特别的位置，就是好像原住民的音乐从传统到民谣之后，图腾浮在台面上第一个把原住民的音乐带进摇滚，然后在海洋音乐季那么多年轻人的现场之下被大家认识，然后所以他们都是在做这样的乐团的发表，说其实公司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一个形象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接一个原住民乐团的形象出来。当然，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刻意一定要用得像原住民族，当然写歌跟这群人教就是一起玩音乐之后，久而久之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对，你看每一个都很像，不是那个，声音可以大一点吗？真的像那个马来西亚的天团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开始认识，因为我的朋友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原住民，所以做的音乐都比较多中文跟母语的掺杂。然后，当然后来发了第2张专辑，就比较不一样，就是用一种意象的延伸嘛，就是大家都讲原住民是上的孩子，就刻板的印象中。然后我想说把那个其实我不是真的住上，刚才有看嘛，我是住海边的，我是海边的孩子。那可能要讲那么多，大家也没有办法等到我们解释完那么多，那我直接把这个意象抽出来，就做了这首《放羊的孩子》。好，看看就好了。
当然也因为我们在乐团里面有一种很特殊性，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组团的时候就有很多社会观察者，然后是研究学者，或者是纪录片工作者，就开始研究图腾乐团。然后图腾乐团到现在10年，总共有10支纪录片，其中6支又是长片。我们号称台湾乐团界里面的 Discovery。我刚刚讲那个日本导演信龙，就是他就来拍这个，然后他是07拍到09年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台湾导演就是龙南，他从03年之后就开始拍图腾。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都要支持我做音乐。看到我们原住民第一个就站在那个海洋大我们待会是什么？很霹雳的，也是会感动的。乐团那时候是有个目标了，刚好有看到一个比赛，还有业绩。我不是为了钱，我是为了20万。年轻的时候傻傻的不知道讲什么。第一次就开始卖起自制的 CD 了。你要出到什么时候？用了一张 CD， 我们一张上，200块啊！不要，人家都说你这么骗钱。要离团的也不是只有我一个，要我的人也是你，要这种人也是你，能不能一起玩团，只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。你要哪种？不是啊，你要哪种？好讲啊！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大家才会再相信。海洋福音大赏2005年的得奖团体。不管你说上海这个主题是为了海洋，很想要的就是那个人。